今日咧同大家講呢本書叫做《金錢的屬性》。咁咧佢係作者咧係一個跨國連鎖餐廳嘅創辦人嚟嘅。咁啊係韓國人嚟嘅。咁咧佢認為咧呢個時代你想擁有金錢自由咧，只有3個方法嘅啫。第一，靠你爸爸啦；第二就係中六合彩啦；第三就係你要經營事業。咁對於普通人嚟講咧，成功率比較大啲，應該就係第三種啦。咁啊，對於而家好多講緊嘅咩高效投資法啊，不看盤每日輕鬆賺啊，呢啲理財書成日都講到一啲累積財富嘅快捷方式。咁作者咧喺呢本書裏面講咧，呢啲心態咧往往係令到人哋咧產生盲點，係被眼前一時嘅利益欺騙咧，導致到血本無歸嘅。咁佢認為咧，你想打造穩定嘅財富堡壘，必須要係培養到正確嘅金錢觀開始。並且咧，你要將每一分錢咧都當係朋友，取之有道，用之有方。就算一開始累積嘅只係小錢，都可以通過分散風險、複利效應等等，穩定咁累積到一定嘅資產。除咗分享務實嘅投資觀念同埋實際做法，作者咧仲通過分享自身同埋朋友嘅一啲故事咧，佢強調咧為人處世嘅心態對於一個人累積財富能力嘅影響。如果你總係諗住佔人哋便宜啦，對人哋嘅資產毫不珍惜，睇唔起弱者，貪圖享樂嘅人，你最終都會走向失敗。呢本書咧其實係冇一啲好艱深嘅專業術語，作者咧係用一啲一段一段簡短而且好真摯嘅企業家嘅說話，去幫助一啲所有佢想學習理財嘅人，去一齊建立一啲好正確嘅金錢觀。咁我哋可以一齊睇下，其實作者講啲類似咩嘅觀念呢？例如，咁你盡可能咧消費翻一啲你所持有股份嘅公司嘅產品同服務，因為咧佢哋都係你公司嚟嘅。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譬如你買咗 Google 嘅股票，因為其實你都用緊 Google 嘅業務嘅，譬如你用緊佢嘅 email 啦、Gmail 啦，即係你用緊佢嘅 AI 系統啦。咁其實即係你等於用翻你自己有呢個股份嘅公司，咁你可以買佢股票。你只不過係將你個錢俾咗一個比你更優秀嘅經營者去幫你經營。咁呢個就係作者其中講嘅一個 point 啦。另外就係佢講複利，佢點睇複利咧？將複利咧變為自己嘅朋友定係敵人咧？呢個就係決定咗一個人獲取財產嘅規模啦。即係如果你可以即係為咗將複利變為朋友咧，你首先應該做嘅就係要了解複利。咁根據華盛頓大學嘅調查啦，其實只有1/3美國人了解複利嘅啫。愛因斯坦曾經講過，複利係人類最偉大嘅發明，堪稱世界第8大奇蹟。咁所以大家你想有複利效應，想累積到金錢，其中一樣嘢要認識到複利效應，將佢當為你嘅朋友。如果你係正在計劃做生意啦，或者你創辦企業啦，你唔好羨慕嗰啲咧，即係趁住暑期一口氣賺咗1000萬嘅人啊！你應該咧羨慕嗰啲咧係可以持續不斷每日都能夠賺到收入嘅一啲企業或者生意，因為咧你暑假賺到1000萬，淨喺暑假裏面賺到1000萬，咁其實你越快嚟亦都越好快走嘅啫，輕微咁一觸碰就7零8落。但係如果一個好穩定、持續不斷每日都可以揾到錢嘅一個生意咧，佢咧就可以扎根啦，即係好似棵樹咁，生咗啲根，扎咗落去就堅不可摧，可以用嚟起房屋。唔固定嘅收入咧，往往都係一次性聚集嘅金錢，佢係容易引起人錯覺，令到佢睇落去咧比實際價值更加高，所以咧容易令人認為咧自己賺咗一大筆錢。於是咧就好奢侈去浪費，到處亂使，結果咧儲唔到錢。正確嘅諗法咧應該係唔知道幾時先能夠再大賺一筆嘅。咁所以咧你要先規劃啦、儲備啦，然後再用剩低嘅去消費。但係現實裏面咧，真係能夠咁樣有效調節金錢嘅人咧，寥寥無幾。固定收入嘅最大優點咧，就係佢有一個可預測性，能夠預測未來，就意味住能夠控制金融資產嘅最大敵人。風險對於資產嚟講咧，風險係最危險、最可怕嘅存在，能夠奪走你一切。人就因為唔清楚風險嘅藏身之處，兜兜轉轉又撞到頭破血流。能夠控制風險係一個巨大嘅優勢，呢個本身咧就係能夠帶嚟信用啦，
而信用就係可以作為實際資產使用嘅。同樣係5000萬，現實生活嘅信用能夠令到佢變為1億，甚至乎更多嘅資產。風險最大嘅時候，亦都係風險最細嘅時候。當個市場咧處於熊市嘅時候咧，人係唔知道究竟會遭受到啲咩慘重嘅損失嘅。咁個風險睇落去好巨大，因此咧係冇人買股票，導致到股價暴跌。咁呢個時期其實咧風險就會降低得最多。個市場處於牛市嘅時候，幾乎咧冇人會擔心出現風險，而呢個時刻嘅風險咧就係最大。看似風險消失嘅牛市當中，反而存在最大嘅風險。呢一個就係產生泡沫嘅唯一時刻。因此咧，你一定要有一對能夠準確發現風險嘅眼睛先得嘅。你對待他人嘅金錢嘅態度咧，就係你對待自己金錢嘅態度。稅金咧係自己嘅錢，同時都係他人嘅錢。合法咁去慳到個稅咧，就係對自己財產嘅保護。但係逃稅就係等於偷咗人哋嘅錢，藐視他人金錢嘅行為。你唔隨意對待他人嘅金錢，咁你自己嘅金錢咧，亦都唔會俾他人隨意對待。你唔怠慢人哋嘅仔女，咁你自己嘅仔女就唔會俾人怠慢。你覺得自己嘅仔女係寶貴嘅，咁你嘅兒媳婦，即係你個仔嘅老婆都係寶貴嘅。你覺得自己嘅女係掌上明珠，咁個女婿都應該被視為掌上明珠啊。咁呢啲都係咧作者講緊佢自己認同嘅一啲理財觀念啦、金錢觀啦等等嘅。咁佢都講啦，你去三星證券買三星電子股票嘅人，即係你長時間，其實係指咧最少一個世代，即係30年以上。你唔好相信嗰啲短期裏面成功或者咧獲得一次大成功嘅人啊！你唔可以相信毫無成果嘅理論家，即係可能嗰啲其實只係賭場，每一次都中咗頭獎，兌現現金之後就攞俾人睇。但係你冇人知道咧，其實佢為咗中呢一個頭獎，佢已經冇咗幾多錢，或者咧佢係將去咗賭場冇中頭獎嘅經歷當係秘密，佢唔同你講咋。即係其實佢表面俾你睇佢中咗幾多獎、幾多錢、賺咗幾多錢。但係佢私底下蝕咗幾多錢，佢冇同你講。咁咧，亦都要學識咧，通過新聞去區分事實同投資信息嘅方法。即係比起目前嘅狀況，市場更加懼怕嘅就係狀況嘅不確定性。呢個都係點解咧？股票市場嘅未來係現在冇辦法掌控嘅原因所在。人人都清楚事實，但係事實所指向嘅未來咧，並唔係每個人都能夠理解。呢一筆投資係咪會成功，定係等待幾年之後先能夠見到分數呢？咁呢度有一個事實咧係明確嘅，即係當道瓊斯平均指數指去29000點，即將突破3萬點嘅時候，人係唔會擔心期待牛市。呢個就係風險最高。當所有人都沉浸喺巨大嘅恐懼，通通一齊包手啦，跌到驚啦，呢個就係風險最低嘅時候。良好嘅投資組合咧，係能夠幫助投資者保持平常心。保持平常心就係投資成功最關鍵嘅因素。咁佢都提到啦，即係嗰個作者咧，佢係喺債券啦、股票上面咧進行咗50-50嘅分散投資。咁經濟學家咧，艾爾斯塔特曼調查顯示，喺10個種類構成嘅分散投資咧，係能夠消除84% 嘅突發性危險嘅。即係你買股票分成為10種種類，買債券、買股票、買基金等等等等，分散晒個投資佢，買黃金、買銀等等，係可以消除到一啲突發性嘅危險嘅。咁作者都講到啦，成為富人嘅3種方法係咩咧？就係咧由此開始有一啲好需要謹慎而且努力嘅事情，你一定要咧丟棄對買入股票一買就會升或者一升咧，你就要賣啦嗰個諗法。你一定要咧有一種諗法咧，就係咧股票咧唔係買嚟拋售嘅，就係為咗買入。買入嘅股票一入手就漲，呢個唔係一件好事。佢係應該慢慢持久咁上漲，只有咁樣咧，我哋先能夠進一步咧累積資金去買更多優質嘅股票。如果能夠分紅嘅股票咧，你一世唔出售都 OK。如果你嘅年齡咧係中學生以上啦，咁你跟住落嚟希望係可以按照咧
作者提供嘅方法，呢作者提議嘅呢個係第一，喺你最感興趣嘅領域裏面揾一間最出色嘅公司，喺相應行業領域裏面選擇市值最高嘅公司。領域裏面第一名係非常重要，第一名呢基本上係唔會執笠嘅。咁當市場遭遇危險啦、大難不死啦，反而呢往往呢你就能夠呢掌控到呢個行業發展嘅方向，擁有呢個定價權，選擇行業領域裏面嘅第一名，根據自己實際狀況每個月購買1股或以上嘅股票。購買行為本身係好重要。你只係學習而唔買股票，或者你喺持有股票狀態之下咧去學習咧，係截然不同嘅。咁喺呢兩種狀態之下咧，審視企業嘅眼光會有質嘅唔同。咁哪怕咧你只係持有一股，譬如你有1股 Google 嘅股票，咁你都會格外留意呢一個企業嘅相關新聞啦、行業信息啦。咁好自然咧，你就會熟悉相關嘅一啲經濟學術語。咁希望咧你能夠堅持累積1年。就算股價下跌都唔緊要嘅，因為股價下跌咧，你就能夠以更加低廉嘅價格繼續購入。股價上漲同樣值得高興，你需要擔心嘅就係反而佢過快上漲。作者咧都講咗佢一啲投資嘅原則，佢嘅標準係咩咧？第一，遠離暴利；二，珍視生命，生財有道；第三，堅持投資；第四，利用時間獲益，善用金錢去慳時間；第五，切忌隨波逐流；第六，投資風險，追求價值，杜絕貪婪；第七，投資股票5年，投資房地產10年；第八，你要睺準業內嘅第一、第二，放棄第3名。市場裏面呢，再不景氣，一般經過5年嘅時間呢，都能夠有所回暖，因為政治經濟環境都會產生變化。房地產呢，唔係買咗就要賣嘅。但如果你淨係諗住買呢，咁反轉呢，你投資股票更加適合。咁喺投資產品上面呢，作者一般呢都嘗試係持有10年以上。喺呢10年裏面，無論係股票定係房地產呢，佢都冇賣過。等到市場動盪過去之後呢，佢成日都會覺得呢，唔出售係正確嘅選擇。無論係股票啊定係房地產，佢都會尋找嗰啲可以持有一世嘅產品。咁呢個講好多金錢觀念啦。咁如果大家想去認識更多唔同嘅金錢觀，就可以去買呢本書睇嘅。咁其實佢係一個韓國人，所以佢有啲韓國嘅觀念嘅。咁你去了解多啲唔同國家嘅文化嘅人嘅諗法咧，都係一個學習嚟嘅，都係有意思嘅。東哥說故事，訂閱我哋。